3章。下一秒，赵清丹就冷笑着看着他吩咐道：夏嬷嬷，不如这样吧，你与本宫一起将衣袖撩起来，露出小臂，看看谁的手臂上有猫爪挠出的痕迹，让王爷来判断谁才是伤了灵儿的人，如何？王妃，女人家的手臂岂能随意给人看？王妃说出这样的话，难道不怕有失体统，被人诟病不检点吗？赵清丹仿佛听了个天大的笑话，厉色逼问：这里唯一的男子便是本宫的夫君，既然本宫和王爷是夫妻，给丈夫看一眼手臂有何不可，竟被你说成不检点。那侧妃在他上世后王爷就寝时，到了你嘴里岂非成了秽乱王府？至于你，既是被主人家买回来的老婆，连命都该归属王府，本宫要看一眼你的手臂还委屈你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沈秋月听到他的质问，羞得几乎抬不起头了，他无力地靠着慕容季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赵清丹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慕容季眉眼如剑，凌厉地看着他，眸中充满警告。他却毫不在意地勾了勾嘴角，今天夏嬷嬷的手臂我是看定了，若是他手臂什么都没有，我便认了这伤猫之罪，也在脚上划一刀口子，当是向灵儿赔罪了。可若是夏嬷嬷手臂有挠痕，又该如何？不等慕容季发话，夏嬷嬷扑通一声往地上一跪，她自知瞒不住，主动撸起袖子，在左臂的确有一处通红的挠痕，显然是灵儿抓的。慕容季眸光一暗，就听夏嬷嬷哭啼道：王爷，灵儿是挠了老奴没错，可那是因为老奴替她清洗伤口，她觉得痛了才不小心挠的，但老奴以性命担保，灵儿的伤口却非老奴所为，太可笑了。你这贱奴的意思是，清洗伤口的疼痛比用刀划出这么一道血口的疼痛更甚，所以他才挠了你，没有挠本宫是吗？赵清丹抬手抖了抖，露出2截雪白通透的小臂。慕容季看了一眼，有些不自然地错开了视线，这个女人全然没有女儿家的矜持，真不像话。王爷，猫抓人全凭心情，或许是当时灵儿被王妃伤到，再见到人就害怕了，所以看到老奴靠近，才误会了抓了老奴，仅凭这点就定了老奴的罪，老奴冤啊！赵清丹啧了一声，摇了摇头，明明之前本宫问你时，你还咬定灵儿从不抓人，为何现在又换了说法，说她抓人看心情，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？要不是心虚，你为何遮遮掩掩不敢示人？沈月秋很是心疼地看了一眼赵嬷嬷，低声叹了一口气，她面有戚色，王爷，妾身可以作证，这抓痕是嬷嬷给灵儿清洗伤口的时候，她害怕才抓出来的，嬷嬷之前不说，也是怕王爷怪罪灵儿，不让她留在妾身身边。赵清丹眼尾一挑，沈侧妃，你的意思是本宫在说谎了？沈月秋立马要跪下，月秋怎敢？千错万错都是妾身的错，是妾身没有管好灵儿，让她误闯了王妃住处，扰了王妃清静，请王妃责罚。慕容季原本看到抓痕有一瞬间的动摇，可是沈月秋一开口，他那些许的怀疑也消散了，连忙扶起他，你身子不好，别动不动就跪下，你放心，本王一定替灵儿讨个公道。不了王爷，此事可否就此作罢？灵儿不过是一只宠物，怎么能跟王妃千金之躯相比？待她伤口愈合就能无事了，月秋不想再深究了。赵清丹却是比慕容季更先一步拒绝，侧妃说的轻巧，你一句不追究是可以置身事外了，可王爷已认定是本宫下的毒手，本宫的冤情又找谁说去？现在想不追究，晚了。他摸了摸白猫的脑袋，万物皆有灵，猫一向通人性，不如你告诉本宫，伤了你的凶器在何处，带我们去找好不好？猫又叫了几声，夏嬷嬷暗暗嘲讽地撇了撇嘴，原道这王妃变聪明了，谁知还是个傻子，一只猫而已，哪里能听得懂人话？可下一秒，赵清丹已经抱起他，走去落香阁。落香阁就是沈月秋的住处。慕容季面露不耐，你到底想干吗？怎么，王爷也担心有异，不敢让臣妾把刀找出来？去便去，到时候找不出来，本王绝不饶你。沈月秋略微不安地跟在身后，又不便让人回去收好，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，这猫才没有那么神。路过花园的时候，赵清丹看了一眼地上的花草，吩咐红罗去摘一葛公英送过来。慕容季疑惑地看着他，
可赵清丹不解释，他也懒得开口问。到了洛香阁，灵儿忽然朝着沈月秋的闺房指了指，赵清丹毫不犹豫地推开了门。这房间光线充足，宽敞整洁，比他那间房不知好了多少。这要说出去，谁相信他才是正妃？夏嬷嬷紧张地盯着灵儿，见他伸出没受伤的前爪，对着角落一个柜子的抽屉使劲地挠，竟然把抽屉给拉开了。他大惊失色，一个箭步就要冲过去阻止，却被赵清丹一脚踹开，滚，别想销毁证据。